化妝間的頂燈打下來時，田曦薇正對着鏡子調整以最上那顆搖搖欲墜的珍珠，指尖剛觸到冰亮的珠面，餘光裏便撞進一片深灰色的衣角。張凌克不知何時已經站在他身後半步的位置，手裏攢着劇本的邊角，紙頁被他無意識地捲起又重開，發出細碎的沙沙聲。今天要拍的是一場極短的互動，導演臨時加的小片段，說是要放在花絮裏當彩蛋，內容簡單到近乎直白。兩人面對面站着，他伸手戳一下他臉頰上的梨渦，而後十指交握，目光卻要刻意錯開。可就是這麼個不到30秒的鏡頭，從早上9點到現在，已經NG了7次。第一次喊開始的時候，張凌克的手指剛抬起來，田曦薇就笑場了。他捂着半邊臉往後退，耳根已經泛了粉，嘴裏念着不行不行，你手太亮了。第二次他學乖了，提前在暖氣片上看了看手心，可當指尖真的捉到他嘴角那個淺淺的凹陷時，兩個人同時僵住了。他的視線盯在他左肩的節奏上，他的目光則死死鎖住他襯衫的第二顆紐扣，像兩尊被點了穴的瓷娃娃。導演舉着監視器喊看對方啊，他們才慌亂地抬起眼皮，卻又在目光即將相撞的瞬間猛地彈開，活像兩塊同級相斥的磁鐵。工作人云裏有人憋不住笑出了聲，田曦薇的耳尖就在那聲笑裏徹底燒成了半透明的紅，連帶着脖頸都漫上薄薄的霞色。現場安靜得能聽見空調出風口的嗡鳴，他站在原地，感覺自己的心跳聲快要合過長毛整理線纜的動靜。張凌克垂着眼，睫毛在顴骨上投下小片陰影，喉裂不明顯地滾了一下，再開口時聲音比方才啞了半分。這次我數3、2、1，你別躲。他這話說得認真，尾音卻帶了點不易察覺的顫，像是自己在給自己壯膽。田曦薇盯着他虎口處一道尖尖的劇本壓痕，忽然想起昨天對揮時他念立台詞後把整張臉埋進劇本裡的樣子，那時他看見他後頸的絨毛在燈光下泛着融融的金色，心裡莫名其妙就軟了一塊。其實他們根本不是第一次合作，去年那部古裝劇裡文戲吊威亞都拍過好幾條，當時他在半空中仿着角鴨子喊放我下來，他在下面仰着頭笑，陽光把他牙齒仿得白亮亮的。可偏偏是這麼個指尖碰臉頰的小動作，讓兩個人都像是頭一回上戲的新人，手腳都不知道往哪裡擺。張凌克後來在採訪裡提過一嘴，說有些動作越簡單越難演。當時彈幕裡擦過一片展開說，他只是笑着搖頭，把話題插到了當天的盒飯上。但此刻站在化妝間這方寸之地，他忽然無比理解自己那天為怎麼打住話頭，有些細微到塵埃裡的悸動，確實只的合風存在那一刻的空氣裡，一旦變成語言，就輕飄飄地失了分量。第7次NG之後，導演索性清了場，只留了台攝影機在角落裡幽幽地亮着宮燈。密閉空間裡只剩下兩個人此起彼伏的呼吸聲，田曦薇甚至能聞到他身上淡淡的雪松味，混着一點點咖啡的苦香，那是他早上看美式時不小心洗在袖口上的。他悄悄吸了吸鼻子，抬眼時正好撞見他也在偷偷看他，四目相對的0點幾秒裡，兩個人都像是被燙到似的猛地別開臉，空氣裡爆開一聲吸輕的啵，不知道是誰先沒忍住泄了氣。要不，張凌克用劇本擋住半張臉，只露出一雙彎起來的眼睛。你先戳我？田曦薇靈了一拍，反應過來後笑得肩膀直抖，伸手去推他的胳膊，指尖剛觸到他的小臂又觸電般縮回來，嘴上卻硬撐着：你臉皮厚，戳不動。說完自己倒先紅了臉，因為這句話毫無邏輯，純粹是慌不擇路的胡話。他卻認認真真地點了頭，把臉往前湊了湊，指着自己左邊臉頰，這裏有個以前長痘瘤的印子，你當你窩戳。他被他那副視死如歸的表情逗得徹底破了功，笑到蹲下去抱住膝盒，肩胛骨在薄薄的鉗織衫下戰得像振翅的蝶。再次站起來的時候，兩個人之間的氛圍微妙地重動了些。田曦薇用指尖抹了抹眼角笑出來的淚花，深吸一口氣，
主動把臉側過去，手指在身側攢成小拳頭又重開，來吧，這次我真的不躲。將領克抬起手，指節在半空中圓了一瞬，像是在測量某種看不見的距離，最終輕輕落在他嘴角那個天然的凹陷處，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輕，輕得像一片羽毛沾上露水，可觸感卻異常清晰。他的皮膚是溫熱的，帶着一點點妝前乳的滑溜，而梨渦在指尖下微微陷下去，像一朵剛醒嚟的花。他沒有立刻收手，因為導演在耳機裡輕聲說別動，保持。於是他看見他的睫毛開始劇烈地顫動，像暴雨前剝令翅膀的蜻蜓，而耳尖那抹公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向耳垂蔓延，連帶着耳後那片薄薄的皮膚都透出粉肉一樣的色澤。十指相扣的指令下榻時，田希薇的手心全是汗。他把手遞過去的時候，指尖是冰涼的，碰到他溫熱的掌心，兩個人都細微地抖了一下。他用拇指輕輕摩挲了一下他的指節，像是某種磨聲的安撫，然後慢慢收攏手指，將他的手整個包進掌心裡。力量是克制的，既不攰緊到讓他不舒服，也不攰從到顯得敷衍，就是恰到好處地握着，像握着一隻隨時潰飛走的鴿子。可他的眼睛始終未看他，盯着他肩膀後方那盞化妝鏡的邊框，或者說是透過那面鏡子看着虛空裡的某個點，喉裂又滾了一下，下頰線掹出清晰的弧度。田希薇卻在那一刻忽然有了勇氣，他仰起頭，目光從他的襯衫紐扣移到他的下巴，又從他下巴移到那雙始終不肯垂下來的眼睛。他眼尾微微泛着紅，不知道是被燈光晃的船是別的雜麼原因，眼底亮晶晶的，像含着半片碎掉的星河。他聽見自己的聲音從喉嚨裡飄出來，輕得像自言自語：你不敢看我啊。這句話沒帶任何調侃的意味，反而軟綿綿的，像裹了層棉花。將領克的睫毛猛地一戰，終於緩緩垂下視線，在他瞳孔裡撞見自己的倒影時，嘴角不受控制地彎了一下，那個弧度讓他整個人瞬間衝緊掹的姿態裡松下來，像掹了太久的弦終於找到了合適的音準。他說：看了怕演不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清，可田希薇聽見了，因為他的手旋被他握着，能感覺到他掌心傳嚟的脈搏跳動，比他的要快一些，咚咚咚的，像有人在他血管裡敲小鼓。他忽然就不緊張了，反而起了點灰心思，用大拇指輕輕刮了刮他的手背，果然看見他耳根騰地紅了，從耳廓蔓延到耳垂，再順着脖頸線消失在襯衫領口裡。原來他也會這樣啊！他在心裡偷偷地想，嘴角的梨渦不自覺地深了下去，而這次他看見了，因為他終於肯好好地看着他，目光從他的眼睛移到他的嘴角，又從嘴角移回眼睛，像是在確認怎麼只有他看得懂的事情。導演喊卡的時候，兩個人都沒立刻重開手。他捏了捏他的指尖，他回握了一下他的拇指，然後像約好了似的同時放開，往後退了半步，中間隔開一道禮貌的距離。工作人員衝進來收拾器械的間隙，田希薇背過身去假裝整理裙擺，實則在用冰涼的手背貼自己滾燙的臉頰。將領克則對着牆角那盤綠蘿蔔呆，耳朵上的紅旋沒完全褪下去，手裏那本捲了邊的劇本被他翻來覆去地折着同一頁，直到助理遞過嚟一瓶水，他才回過神來，擰瓶盒的時候發現自己的手旋在微微發顫。後來這段花絮放出來的時候，彈幕幾乎淹沒了屏幕。將領克，你手在抖雜麼？田希薇耳朵紅得能滴血了，這反應也太真實了吧！成千上萬條評論在短短幾個小時內衝進視頻頁面，有人逐正分析他們目光錯開的弧度，有人放大畫面觀察他指尖觸碰他梨渦時的壓強，船有人大喊這不是演的，絕對是真的。但其實那天收工後，兩個人坐在化妝間裡吃宵夜的時候，田希薇咬着筷子頭問過他：你當時在想什麼啊？眼睛死活不看我。將領克正往他碗裡夾一塊糖醋排骨，文言動作讀了讀，筷子懸在半空，湯汁滴落在桌面上，洇開一小團深色。我在想，他放下筷子，認真地看着他，
目光跟鏡頭裏那個躲閃的年輕人判若兩人。要是看了你，我可能會忘詞，可能會笑場，可能會做出些劇本上沒有的事。他說這話時語氣太平靜了，平靜到像是在念明天的通告單。可田希微看見他放在桌下的那隻手正悄悄攢着褲縫，指節都泛了白。他低頭咬住那塊排骨，甜味在舌尖漫開的瞬間，忽然明白了一個道理：有些反應之所以真實，恰恰是因為他們出自本能的克制，是成年人在界限邊緣小心翼翼試探時露出的馬腳，比任何設計好的心情都更接近心動的本質。那天的風很輕，從半開的窗戶裡轉進來，撩動他額前的碎髮。他伸手把頭髮別到耳後，露出那顆還未完全褪去公色的耳垂，在燈光下像一顆半熟的櫻桃。張凌克看着那顆櫻桃，忽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用拳頭抵住嘴唇，把剩下的聲音都吞進了喉嚨裡。田希微瞪他一眼，自己也跟着笑了起來，兩個人就這麼對着笑，笑得碗裡的排骨都亮了，笑得窗外的月亮從雲層後露出半張臉，笑得那些鏡頭外的慌張、顫抖、不敢對視，統統變成了此刻桌面上兩雙彎成月牙的眼睛。其實仔細想想，拍戲這件事最迷人的地方，大概就在於他韻苦成年人名正言順地回到笨拙的少年時代。你可以在喊開始的那幾秒裡，重新變成那個帶情書時不敢看對方眼睛的男孩，或者變成被戳到臉頰時耳根發燙的女孩。那些日常生活中被我們小心藏起來的局促、慌亂、欲及彌彰的躲閃，在鏡頭下忽然都有了正當的理由，是角色需要，是劇情設定，是導演要求。可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當他的指尖真的觸到他的梨窩時，那瞬間的窒息感不足於任何劇本。當他真的握住他的手，感到他脈搏狂跳時，那份戰慄也跟台詞本上的句逗毫無關係。娛樂工業常常教人如何去演愛，從心情凝視到吻戲的這位技巧，從哭泣時眼淚落下的角度到擁抱時手臂收緊的幅度，每一樣都有標準模板可循。但沒有人能教你怎麼去演不敢愛，那種明明心動卻要別開視線的掙扎，那種指尖相觸就兵荒馬亂的失控，那種在對方耳尖泛紅時自己也跟着發燒的共感。這些細節太瑣碎了，瑣碎到放在表演教科書裡會被歸為無效動作。可偏偏是這些無效動作，讓隔着屏幕的千萬人集體心跳漏了一拍。因為大家在那些閃落的眼神、僵硬的手指、燒紅的耳朵裡，看見了自己16歲那年第一場磨疾而終的暗戀，看見了第一次牽到喜歡的人的手時大腦空白的瞬間，看見了所有精心偽裝下不小心泄露的真心。那天夜裡收工回酒店的路上，田希微坐在保姆車後座，把臉貼在冰亮的玻璃窗上，看着路燈一盞一盞往後退成流動的光河。手機屏幕亮起來，是張凌克發來的消息，就4個字：耳朵懸紅嗎？他盯着那條消息看了很久，直到屏幕自動暗下去，影出自己忍不住叫起的嘴角。他沒有回覆，只是把手機扣在膝盒上，閉上眼睛，感覺耳尖又微微發起了燙。而另一輛車裡的張凌克盯着對話框裡那個遲遲不出現的對方正在輸入，忽然把手機翻了個面扣在座椅上，窗外的霓虹把他抿着的嘴角勾出一道尖尖的弧。他們都知道明天船要繼續拍戲，繼續在鏡頭前演繹別人的悲歡離合，但今晚這個終於不敢對視的瞬間，佢被悄悄藏進記憶的某個抽屜裡，在很久很久以後被翻出來時，依然帶着化妝間裡那盞頂燈的溫度和他掌心裡那片薄薄的寒意。現在輪到我們這些屏幕前的人來面對這件事了。當一段花絮、一個眼神、一次耳尖的泛紅被放大成全民解謎的遊戲時，我們是否想過，那些讓我們為之尖叫的真實反應，恰恰是因為他們拒絕被解鬥？張凌克為怎麼不敢看他？田希微的耳朵為怎麼紅？這些問題的答案從來就不在任何一個逐幀分析的視頻裡，也不在任何一篇顯微鏡式的八卦貼文中。他們存在於兩個年輕人那一秒的呼吸間隙，存在於他們作為演運的自我與作為普通人的本能之間的那條細縫裡，
那條細縫窄到只容得下一瞬間的走神，卻也寬到足以裝下無數個屏幕外投射過嚟的對純粹情感的向往。我們太習慣於在娛樂圈裡尋找證據了，尋找愛情的證據、曖昧的證據、隱藏或不隱藏的證據，好像只要拼湊出足夠多的碎片，就能拼出別人胸腔裡那顆心的真實形狀。可人心衝嚟不是拼圖，它是一團流動的武器，是此刻紅了耳尖，下一刻就若無其事地說再來一跳的切換，是明明可以精準地演好每一場吻戲，卻在最簡單的互動裡頻頻 NG 的反差。那些讓我們覺得真實的瞬間，恰恰是因為他們掙脫了表演的框架，暴露了表演者作為人的部分，佢緊張，佢躲避，佢在意，佢像我們每個人一樣，在最簡單的動作面前潰不成軍。所以畫苦更好的觀看方式是感謝那天的燈光，那台角落裡亮着宮燈的攝影機，那個清了場的化妝間，讓我們有幸窺見兩個年輕演員在職業學子下露出的一點點柔軟的核。但窺見之後，不妨把那點柔軟輕輕傳給他們，不必非要追問他開往哪個方向，不必非要給他安上曖昧戀情炒作的標籤。就像你路過一面開滿花的牆，看見了，覺得很美，拍張照片存在手機裡，然後繼續走你的路。那面牆的花佢按自己的節奏開謝，不必為了你的駐足而改變花期。田曦薇後來在接受採訪時被問到那段花絮，她歪着頭想了很久，最後說：其實當時真的很緊張，但那個緊張是足於那個角色的，也是足於我自己的，分不太清。張凌克在另一場直播裡被刷屏追問，他笑了笑，把話題引開，大家覺得真實就好，說明我們那天沒白 NG 那麼多次。兩個人的答案都模糊而體面，像把一顆糖融進水裡，看得見甜味蕩開的波紋，卻撈不起那顆完整的糖。而我們這些圍觀的人，能做的不過是捧着那杯微甜的水，感受那一瞬間的暖意，然後繼續面對自己生活中那些同樣複雜、同樣無法被簡單定義的情感。說到底，娛樂本身是面鏡子，我們在鏡子裡看到的從來不只是他人，更是自身對美好的投射。那些尖叫、心動、反覆回看的衝動，本質上是對純粹情感的飢餓。這份飢餓是好的，它讓我們保持敏感，讓我們全相信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之下，有某些電光石火的瞬間值得被珍藏。但不要讓自己的飢餓變成綁住他人的繩索。他們能給我們看的是那一秒的耳尖泛紅，而那一秒之外更廣闊的，屬於他們自己的人生，應當被韞苦保持沉默。收官那天的聚餐上，張凌克端着果汁過嚟敬田曦薇，杯緣碰在一起發出清脆的叮當聲。他說：辛苦了，搭檔。他回：你也是 NG 之王。兩人相視一笑，目光坦然，耳尖都是正常的膚色。那一刻坐在旁邊的工作人員忽然有些恍惚，仿佛化妝間裡那個空氣都凝固的上午是一場集體的幻覺。但只有他們自己知道，當夕散後各自轉身走向不同的保姆車時，風裡有一聲吸輕的，只有對方能聽見的謝謝。謝的是那天的克制，謝的是之後所有的體面，謝的是在千萬雙眼睛的注視下，他們依然保有了選擇沉默的權利。而我們這些吃完瓜的人，也該學佢在瓜田裡散場時不踩灰任何一根藤，把那些心動的瞬間當作路邊偶然拾到的一顆玻璃珠，對着陽光看一看裡面流轉的虹彩，然後輕輕放回原處。他捉於那個下午，捉於那間化妝間，捉於兩個在鏡頭前短暫交納的年輕人，不捉於任何人的猜測與審判。理智吃瓜從來不是冷漠，而是一種更深的溫柔。我們看得見那份真實，但不伸手去零碎它；我們被那份真實打動，但不要求它交出全部的答案。就像月亮掛在天上，我們都知道它很美，但沒有人去追問月亮為什麼要在這個夜晚、這個角度亮起來。終究，所有的演藝都是人與人的相遇，而相遇中最珍貴的部分，往往是那些沒說出口的話，沒對視上的目光，沒握緊就重開的手。他們懸浮在空氣裡，
比任何敲定的官宣都更接近生命的原貌。願我們都能成為那種觀眾，為心動鼓掌，也為沉默留白，被真實打動，也尊重真實背後那一片我們永遠無需踏足的曠野。當片尾字幕升起，故事足於他們，而那份被喚醒的對美好情感的相信，可以足於我們每一個人，不必附着在任何具體的名字上，像風一樣自由而乾淨。